當你倒咗半樽大豆油落鑊，炸緊薯條，又或者炒緊宮保雞丁嘅時候，你可能完全冇諗過，就喺你扭開個樽蓋嘅前幾日，呢樽油可能啱啱先經歷完一段驚心動魄嘅旅程，佢差啲就俾人撈埋落上一趟運煤嘅工業廢渣度，再灌入油桶，亦都可能因為遠在巴西嘅一場大雨，喺出世之前就已經沾染咗一級致癌物。呢啲唔係危言充聽。2026年7月，台灣爆出近年嚟最嚴重嘅食用油安全事件。台中嘅中聯油脂一批大約300公斤嘅大豆沙律油被驗出一級致癌物苯並芘含量超標足足4倍。呢批油流咗入3間大廠嘅生產線，再經過分裝，好似幽靈咁就透入便利店、5星級酒店同學校嘅營養午餐，最終65億新台幣嘅史上最高食安罰單，先至將呢個炸彈暫時撳住。而時間再推前2年，2024年，大陸記者爆料咗另一單令人毛管中嘅潛規則：運完煤製油嘅油缸車，個缸裏面仲掛住工業油花，居然唔清洗就直接裝滿食用大豆油上路。司機話呢個係行業裏面心照不宣嘅秘密。一單火起生產端，一單衰喺運輸端，但佢哋都喺度逼問緊你同一個問題：你每日炒餸嗰樽大豆油，由一粒灰白白嘅黃豆到變成一樽清澈透亮嘅液體，到底係點樣嚟嘅？嗰啲令你防不勝防嘅陷阱，到底埋喺邊一環？等陣點解含油量得唔到2成嘅大豆炸出嚟嘅油，竟然可以平過含油量超過4成嘅花生油？仲離譜嘅係喺美國，差唔多一半嘅大豆油根本冇入過廚房，係俾人灌咗入油站，變成咗驅動汽車嘅燃料。今日我哋帶你行入呢條由泥土到餐桌嘅生產線，一頭栽入呢個最熟悉嘅陌生人嘅身穹裏面，拆解佢背後精密到變態嘅工業系統，將時間撥返去4000幾年前，呢粒圓碌碌嘅豆仔，真正嘅鄉下其實係中國東北。由公元前10世紀開始，我哋嘅祖先就喺黃河流域雌化咗野生大豆，用嚟磨豆腐、作豉油。但係榨油呢件事比你想象中遲好多。最早嘅文獻記載要去到公元1061年嘅宋代。就算到咗明代，宋應星喺《天工開物》入面詳細記錄咗一整套榨油流程：炒豆、碾碎、蒸煮，最後用木屑搏命咁砸入去，做到死做一日，都係出到10幾斤油，令大豆由地方土特產搖身一變成為全球硬通貨嘅，係20世紀初嘅一場意外。1908年，一艘滿載大豆嘅貨船由大連港出發，搞去英國利物浦。當時歐洲正值油脂方工業機器眼金金，等住廉價嘅植物油嚟整翻咁潤滑劑。呢批中國大豆嘅抵達，瞬間引爆市場。幾年之內，大連港就成為全世界最大嘅大豆出口港。美國人一開始係後知後覺嘅，直到一戰期間，佢哋先發現大豆油裏面提煉嘅甘油係做炸藥嘅，呢味嘢係戰略物資。於是戰後，美國開始瘋狂估李種大豆，但真正將大豆油工業送上去神台嘅係一項由德國傳嚟嘅技術——溶劑萃取法。簡單講，就係用一種叫做己烷嘅化學溶劑去浸大豆，能夠將超過99%嘅油脂統統刮出嚟。從此大豆油嘅生產俾人一腳踢咗入工業化時代。講完大豆點樣漂洋過海喺美國爭咗根，而家我哋行入工廠睇下佢係點樣被榨乾榨淨嘅。你想象下，收割機喺田度每個鐘可以吞落4攝5播省大豆，裝滿嘅貨車排住長龍隊去工廠。大豆入門口第一件事唔係洗，而係過磅同埋做體檢。工廠會死盯住2個指標：蛋白質同含油率。含油率每高1個百分點，呢批豆嘅身價就即刻飆升1截。平原重，大豆即刻被倒落篤選系統，巨大嘅工業風扇馬力全開。
將運入嚟嘅麩甲、豆殼、灰塵全部吹出去。但風唔係萬能嘅，嗰啲比大豆更重嘅石仔同泥塊風根本吹唔喐。呢個時候離心分選機出場啦，佢利用密度差異，靠住高速旋轉，將石頭同泥土精準咁揈出生產線。呢一步睇落粗粗笨笨，但其實出唔到半點差錯。你諗下，一粒小石仔如果走咗入去後面高速運轉嘅壓榨機，瞬間就可以爆壞刀片。一次維修嘅損失就可能高達幾萬美元。洗乾淨嘅大豆，接住要入乾燥機，冷風熱風交替穿透豆堆，好似幫你吹頭咁，必須將大豆嘅含水量精確降到80%左右。呢個數字極之微妙，水分高咗，豆喺儲存倉度容易發霉；水分太低，豆太脆，一壓就碎成粉末，反而塞住油路，影響出油率。條繩好濕度嘅豆會被送進幾十米高嘅巨型鋼筒沖，一倉最多可以塞入5萬波繩。佢哋就喺嗰度24小時俾恒溫厚濕監控住，靜靜咁等待被開膛破肚。真正嘅加工由脫殼開始，大豆殼幾乎唔含油，留喺度只會拖累後面嘅效率。一部脫殼機用2組鋼製滾輪恰到好處咁夾住大豆，力度必須控制得極之刁鑽，壓力太大，豆裏面嘅油直接俾周低出嚟浪費咗。壓力太細，殼喐都唔喐，裂開咗嘅混合物被送進氣流分離室，輕飄飄嘅殼俾風滑走，沉甸甸嘅豆瓣留翻低，被吹走嘅殼都冇浪費，佢哋會被打包成高松為飼料，賣俾牛羊當口糧。到呢度，大豆卸落咗外殼，潮醒好水分，即刻要進入最暴力嘅核心戰場，榨油。脫完殼嘅豆瓣會被送入一部巨大嘅螺旋壓榨機，裏面一條螺旋推進器搏命咁旋轉，推住豆瓣向前擠地，空間越嚟越窄，壓力大到得人驚。豆瓣裏面嘅油脂硬生生由金屬捅壁嘅幼縫度俾擠地出嚟，一滴滴匯入收集槽。質低完油嘅豆粕俾推出嚟嗰陣，溫度可以去到120-130度。但機械嘅力量始終有限，無論你點出力，豆粕裏面總會殘留7%到80%嘅油。對日產千浸嘅工廠嚟講，呢7%-8%嘅殘油，一年落嚟就係幾千萬美元嘅利潤化為烏有。咁問題嚟啦，點樣先可以榨乾呢？最後一滴油，呢個時候化學登場啦。現代工廠全部都用緊溶劑萃取法，核心武器就係正己烷。呢味嘢係一種無色液體，聞落似電油，但佢對油脂有近乎狂熱嘅溶解力，而且佢嘅沸點只得區69度，比水低得多，極之容易蒸發回收。具體點操作？頭先壓過嘅豆粕會先送入顛胚機，碾壓成厚度唔夠1毫米嘅薄片。呢個係一場表面積嘅戰爭，薄片同外界嘅接觸面積比原來大咗幾十倍。接住呢啲薄片進入巨大嘅連續萃取器，正己烷液體噴淋而下，慢慢製過豆片層，將殘留嘅油脂分子一粒粒扯出嚟溶解掉。結束之後，混合咗己烷同大豆油嘅液體會被加熱到大約105度，因為己烷嘅沸點得69度，瞬間就被蒸發分離，再通過冷凝器回收，循環再用，幾乎冇浪費。成個過程嘅提油率超過99%，而俾榨到乾乾淨淨嘅豆粕先係呢門生意裏面隱藏嘅大佬。佢嘅蛋白質含量高達48%，係全球畜牧業最核心嘅蛋白飼料。一蒲式以大約27公斤嘅大豆可以榨出大概54公斤油，同時產出約21公斤。高蛋白豆粕，賣豆粕嘅收入幾乎可以佔到工廠營收嘅一半。換句話講，你可能一直以為大豆油工廠賣嘅係油，其實人哋係同時開緊2間公司，一間賣油，一間賣飼料。不過到呢一步流出嚟嘅油，仲係完全唔食得佢運動發黃，帶住一陣濃烈嘅豆腥味，倒落鑊度加熱，可以供到你懷疑人生。要將呢種粗油變成超市裏面嗰種清澈透亮、
無色無味嘅精絲時，仲要過最後一關，亦都係最關鍵嘅分子級淨化精鏈4部曲。第一步脫膠，粗油裏面有好多磷脂，令油睇落運動工廠。喺油度加入水同食品，吸酸磷脂吸水棚，哼成顆粒俾高速離心機揈出去。被揈出嚟嘅嘢叫做大豆卵磷脂。你求其揭開一塊朱古力嘅配料表，好大機會會見到佢。第二步中和，脫完膠嘅油裏面仲有游離脂肪酸，呢啲就係令油變質嘅原可。工廠加入精確劑量嘅氰氧化氯，即係硝鹹，等佢同脂肪酸反應生成做腳，再俾離心機揈乾淨。呢一步完成之後，導致油酸敗變臭嘅嘢就俾點對點清除咗。第三步脫色，油嘅顏色仲係太深，因為裏面有白綠素同類胡羅標素。工廠用活性白土呢種天然物質嚟處理佢。白土喺分子層面有無數嘅微小孔隙，油液流過嘅時候，色素分子同微量金屬離子會被牢牢吸附住，將顏色帶走。最後一步脫臭，亦都係最震撼嘅一步。油被送入一座高中嘅不層鋼真空塔，加熱到230至260攝氏度，高溫蒸汽由塔底鼓住泡向上衝穿過油層，嗰啲帶嚟豆腥味嘅揮發性化合物俾蒸汽籠帶住一齊蒸發走。喺真空下進行，係為咗降低佢哋嘅沸點，喺唔將油燒燃嘅情況下，將味道趕盡殺絕。出粒之後，佢終於變成咗你熟悉嘅樣，幾乎冇色冇味，保質期長達1到2年。聽落呢套系統係咪滴水不漏？固若金湯，一套7步嘅組合拳，將一粒豆食乾抹淨，冇裝到牙齒。但現實話俾我哋知，漏洞往往出現喺生產線之外。你睇台灣中聯油脂事件驗出嘅苯並 B 根本唔係人為添加嘅，佢係油脂喺高溫唔完全燃燒時自然生成嘅問題，好可能出喺源頭。有分析指出，嗰批巴西大豆喺產地遇到連續降雨，農場用直火乾燥強行烘乾，火焰舔奶，豆皮高溫裂解，產生嘅苯並芘牢牢吸附喺大豆表面。正常情況下，我哋頭先講嘅精鏈環節裏面脫色用嘅活性白土係可以吸附到呢啲致癌物嘅，但前提係工廠要知道自己手頭上呢批原料有問題，然後主動調整工藝參數。而中聯反嘅錯就係憑住咁多年加工，美國大豆冇出過事嘅慣性，喺切換成巴西原料之後乜都冇做，1300波省問題油就咁喺市場度暢通無阻咁游咗差唔多3個月。而大陸嘅缸車運事件漏洞甚至根本唔喺工廠裏面，一架啱啱拉完工業化學品嘅缸車內壁殘留住有毒物質，唔使缸直接就灌裝食用。大豆由工廠到超市嘅呢段路，成為咗成個精密鏈條上最污糟、最冇人理嘅盲區。所以你睇一樽大豆油嘅安全，從來唔止取決於嗰啲閃住銀光嘅高科技設備，佢取決於巴西農場乾燥嗰陣用嘅係咪明火，取決於精煉師傅有冇留心望一眼產地，亦取決於嗰架缸車上一趟拉嘅究竟係乜嘢貨。最後我哋嚟傾下呢啲安全過關嘅大豆油究竟去咗邊？你肯定以為答案係廚房，但真相遠比呢個瘋狂。最令你意外嘅用途係燃料。喺美國，差唔多一半嘅大豆油俾人整成咗生物柴油，背後嘅推手係政府嘅可再生燃料政策。但係2023年，美國就燒咗超過130億磅大豆油嚟驅動汽車，剩低落嚟嘅流咗入食品工業嘅毛細血管，佢嘅基因幾乎烙印喺你所有嘅加工食品裏面，即食麵嘅醬料包、沙律醬、冷凍薄餅、精煉掹離出嘅卵磷脂，成為咗朱古力、雪糕裏面嘅乳化劑，而副產品豆粕更加係撐起咗你餐底上嗰啲豬肉、雞肉嘅蛋白質來源。一粒大豆入咗工廠，由油到渣到殼，俾安排得明明白白，亦都正因如此，
佢早就唔止係一樽油咁簡單。中國係全球最大嘅大豆進口國，每年食咗超過9000萬噃，佔全球貿易量嘅60%。榨出嚟嘅豆油佔據咗中國食用油消費嘅半壁江山，榨成嘅豆粕就支撐住我哋龐大嘅養豬業。2018年中美貿易戰，中國對美國大豆加徵關稅，美國豆農瞬間冇咗最大客戶，巴西乘勢上位。一樽食用油價格嘅升跌，背後其實係兩個大國喺談判禮上嘅角力。所以下次你扭開一樽大豆油嘅蓋，往鑊度倒落嗰一匙清澈嘅油嗰陣，可以試下諗一諗，呢一匙金色液體裏面收埋住豆子4000年嘅漂洋過海，收埋住一部將豆瓣碾成唔夠1毫米薄片嘅單胚機，收埋住一種沸點只得69度嘅溶劑，用逆流法刮出99油脂嘅精密，仲收埋住4度由脫膠到脫臭嘅分子級淨化。但都唔好忘記喺呢座精密機器嘅盲區，佢嘅安全仲起於一場巴西嘅雨，同埋一架唔知上一趟拉過乜嘢嘅油缸車。咁問題嚟啦，睇完呢條片，你屋企廚房最常用嘅到底係邊一種油？係平價全能嘅大豆油、濃香滾熱辣嘅花生油，定係近年流行嘅牛油果油？最近呢一連串食安新聞，有冇令你諗過轉食另一種油？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選擇同埋你嘅理由。